真有，另外就要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以及到喙암大欠过。经去调查，外勤检测，一个人10天内分配到的喙암，上少3个县区，一个人算的一天无够一片，也就是讲一片喙암要用几落天。警政署署长陈家钦昨来到桃园南崁派出所来视察，来慰劳基层的检测。伊嘛答应讲会赶紧甲中央争取有够量的喙암。你们规定要戴口罩。警政署长陈家钦一个路车入去警察局，所有警察都拢出来甲欢迎，应该爱做的防疫准备嘛，袂当无做，像讲磅体温甲用酒精消毒。署长甲警察做伙开会了解状况，佮包红包来感谢辛苦的警察。初5早起，署长来到桃园路地的南崁派出所视察，因为这阵仔有传讲外勤的警察喙암无够的情形。根据统计，警察一个人10天分配喙암的数量，上少的前3名是平湖0.19地、台中0.2地、桃园0.3地，平均一个人分无1地。再来看其他的县市，连江甲花莲拢超过10地，平均一个人一天会当分到1地。全台湾警察局上济台北嘛分无5地，平均一个人2天才有1地。有的警察单位可以领的比较多，那有的警察局就领的比较少。那这个情形，我向长官跟中央反映。那这一个部分缺少的部分呢，中央很快就会来解决。署长讲，伊会向中央反映，一定会想办法，让喙암有够用，绝对袂唔管警察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